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分享收看《福喜来嘅》，我係吳依容。今日嘅來賓呢，以前有來過，如果有才錢嗬，如果教鋼琴、聲樂，還個米樂，還個非洲鼓。今日呢，要同我哋分享嘅係伊咧新的才華，很多曼陀羅心靈彩繪。今日嘅來賓係吳麒麟先生，分享先生。首先主持我嘅吳麒麟，真歡喜又來到福喜來咯。非常感謝先生，如果來到我哋嘅節目嗬，多多我都有同觀眾朋友講到，如係非常有才情嘅嗬，就哇真的是琴棋書畫嘛嘅如何喲嗬。先前就有講到講有教睇學教有教，韓國老師係客家新球，不是客家人，不是，係對記錄加到客家族，古種愛講客，其實老師如唐嘅神。唐愛是，因為我考試初級認證，校長強迫要，高中強迫你考嘅，係，嗰種基本咧，也會講，係，唐咩係唐嘅神咧，咩睇客家莊要教大家，今日呢，都要請老師同我哋分享嘅新的技能，嘅曼陀羅眼控。我想可能嗰度聽眾朋友、觀眾朋友沒有聽過，嗰種嘅範文來嘅，對，他比較有些人不想學，我很奇怪的，為什麼他們基督徒不想學曼陀羅？我曾經有碰到這樣的朋友，這樣跟我講，為什麼？他說他曼陀羅好像是印度那邊。有那個梵文有那個瑜伽，比較偏向佛教類的，所以他們就不想學。可能有這個宗教信仰方嘅偏好安尼。不過一個曼陀羅心靈彩繪，可能也幾年來因來因事行很多。對。咁老師你攏會接觸到嘅咯？你喺乜個時間接觸到一個嘢？因為我啟蒙的老師黃燕珍老師。他本來我們學的是歐美方式的那種花鳥花卉嘛，那黃燕珍老師在中華藝術那個協會裡面，他也去深入了解這一塊，然後就請我們這些師資，他門下的一些老師回來，就是要研究這個心靈彩繪曼陀羅，他也不是只有畫。他還要去深入的了解色彩，色彩有就是它的冷暖呢，然後你喜歡用什麼色系，大概心情會是怎樣的，對，有一點像心理學。所以曼陀羅係乜嘅意思啊？其實它只是印度的一個名稱，它只是翻譯過來的。對對對。咁有個以為講心靈彩繪。對，一般的畫圖有乜嘅冇共用？因為要畫這個，要讓自己的心情沉澱下來。我會搞學生先打坐，然後放音樂，讓他們先把心沉靜下來，然後才可以去畫。然後在畫的當中，我們的音樂還是都是很優雅、很優美的旋律，讓不要。像那種熱門音樂，你會可能沒辦法靜下心去畫。對對對。你講一開始係你嘅老師，有你也按到伊嘅師資，可能得意門生，叫他來學。對對。老師一用都講過，好啊，也都去學困難。通常我們黃燕珍老師門下的師資。只要他一生，我們大部分都北中南都會來。東部還有從馬來西亞和香港來的老師。對。路邊那個先生接觸到一個新嘅，你咪會有興趣，想講來學困難事。咁嗰係差唔多乜個時間你接觸到嘅？幾年前？沒有，這個大概在年初而已。年初而已。對啊，那開始，所以你真的很有那個呢天分哈。其實有彩繪基礎的人很快，其實你們也都可以的，不要懷疑自己，真的每一位都可以的。一回是，你還記得你第一擺後，畫個第一種，一個曼陀羅彩繪，心情很用咩嘢嗎？就是這一塊。
哦，给你很提早啊。这一块我们在画的时候，老师也没有先跟我们讲说，他只跟你讲起头、逗点，就是用朱笔去画逗点。那颜色你自己，你想要用什么颜色你就用什么颜色。那你有发现我的中间的颜色是浑浊的？然后老师说你现在心情很不稳定哦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看我中间的颜色是混的，他就会解释。我说对，我那时候心情还没有说很沉静下来。对，所以老师可以透过颜色去评断你现在当下的心情如何。嗰種唔能去學，唔係搶學畫圖。对呀，還要學一個圖案，還要背起碼嘅。對對對。可是這一塊我還沒有很深入去了解，因為那個還要去上一種心靈的課程。對，因為以後背路嗰度學門。對，所以我們也不會隨便跟學生去解剖解析他的當下如何。盡量不要。不過唔發嘅睇種按這種嘅圖法，如發現講，竟然泛音順，它變成一個鏡子，你自己畫的鏡子。對。如你去搞發嘅一個鏡誒，阿姨會映照出你去搞當下。在上馬嘅老師入底嘅。嗰種唔家下，家會學到冇像矮巴路，跟矮巴嘅路，你會看得出。很多人都講得很準誒，我們老師好厲害，他都講得還蠻你當下，他也不是說你一直以來會這樣，他只是你在當下，你在畫的時候當下的心情是怎樣。嗰種因為睇種圖，如本人按你解讀誒，對啊，就有興趣。如果有興趣，原來顏色還可以透過這個顏色知道自己的心情。還有頭都講，先生會講逗點，個逗點係乜個意思？就像我們在畫水滴，你做過黏土嗎？紙黏土會做水滴，那個水滴就是逗點。那逗點有長有短啊，你可以拉得很長，也可以拉得很短，也可以彎的。左彎右彎，上勾下勾，這個都是筆法。那點有大點小點，那你如何讓你一個筆沾一個顏料起來的時候，從大到小，就一筆把它畫完。咚咚咚咚，就你大概可以點幾滴，由大到小。對。還有更加有過時行嗰種纏繞畫，同樣嘅有共用哈。不太一樣。纏繞是用工筆畫，它是用工筆、鉛筆一直在，也是左右對稱一直畫啦。但是我們顏色是不一樣的，我們是有凝珠，就是你會看到它凝珠嘛，點點的有凝珠。對，不會像只看到線條而已。對，不太一樣。然後纏繞大部分都是黑白。那我們曼陀羅會用很多色彩來用力批。你像頭都講先生解讀你嘅畫嘅時間，用乜嘅色，如係個重要嘅一個意義象徵。可是你會發現，之後你畫圖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你偏向用哪一種顏色，然後你會看出我偏向哪一個顏色。藍色。係咪？你有發現哦？你這個哪個時間發現呢？很早就發現。我後來一直畫，我怎麼常常都是拿紫色、藍色，大部分都是藍色、紫色、綠色這三個跑來跑去。黃色後來故意拿黃色來加加看。對。咁嘅有乜嘅意思哈？如迷的人，人哋一般會問講，好乜嘅色，就只是一種喜好。可是，在曼陀羅的世界，也會有一個象徵意義。通常藍色讓人家感覺是自由、憂鬱，有憂鬱啦，也有自由啦。那綠色就比較開放啦，比較放鬆一點。那紫色就比較神秘一點。那如果粉色就很比較優雅，像你那麼美的，可能會喜歡粉色。古座如果是講好優雅上眾色，古座睇你嘅身上係咪有點矛盾啊？對的。所以有時候我會想要克制自己，不去用它。我想要用粉色來試試看，就創作那塊粉色。
比较偏向粉色一点的。可是画完了，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，有发现吗？哪里不太对？我当然不会发现，应该刚刚会讲啊，你这个有刚过乖乖。对啊，不像你。对啊，不太像。我就为什么会绿色在那里？然后老师说，那你可能是把它想做它是叶子嘛，可能它是叶子，可是当下我没有想说它是叶子啊，对，就有点矛盾。姑说你八个时间，会大带哈，会打底吗？还是就是直接画下去？没有，我们会先打底，用一个紫色或粉色去做底嘛。然后你要铅笔画一个形。没有。你会画线条啦，先会画线条位置，位置会填在路外底啊，这样才会对称啊。对，要不然会歪掉。对，会歪掉。不过最后要长成什么样，不知道。没有设定好的，你再一直画，一直变，这个就是很奇妙。对，我不会设定说我今天要把它完成做什么。对，你一直画，一直改变，我只有换了，我没有想到要画这个弯钩啊，可是最后还是要再加上去啊。那你们的底是长怎么样？你铅笔会先勾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画笔咯。有画笔啊，有线笔跟珠笔。对，有点点的笔。不过你们可以带就是很粗略的东西。所以最后不知道会长成这样，不知道啊。你就那些工具来用的时候，你得买给呀。你画到完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自己画，我不知道在哪里收笔，你会不知道要在哪里收笔。对啊，最米又会对称呢。对啊，但是你会一直想加上去，一直不知道要停笔。对。就可以有空，干嘛个时间结束？如黑无奈何画嘅，对，已经画到无奈何画，会这样，如会停下来。对，像这一块，我在想，我旁边还可以再加，我没有想说要这样再停下来，可是好吧，没有空了就暂停。哪天想到我再拿出来，再加几笔，又变不一样了。刚刚黑很有哲思的一种凹土缝色的哈，如黑以黑对称呢。不过，底我上都用呢，然后都纯引申很多对应的素材呢，老师啊，过期嘛，也还去靠真招哦，等下还有韩国多作品的故事，我们了一下，个继续来打做一句。分享到这里，福起来嘅现场，今日吴麒麟先生同我哋分享曼陀罗心灵彩绘。多多先生讲嘅，我感觉非常好奇哈。韩国呢卡的时候，老师有讲，我哋照片嘅推嘅啊，系老师从不能画嘅，画嘅上点做，安尼我堂起来算夹，唔讲唔没有，算慢的哦，很慢了，上点做太久了，画到安尼。那不然一般按呢差不多会把应该2小时就要把它解决的，因为我昨天有点累了，因为我们昨天学校班亲会太晚回家，我想到今天又很忙，我就在想多带一个袋子过来，我想说让你们知道说这种东西任何地方都可以画，你也画在手机，画在平板，画在面纸盒。都可以用的，不是只有在画布上所以才想到做一个。推的后唔会落一路推石，不会啊，你会有保护期。保护期。对。老师佢起码还去考到年级证照，这是每个老师都一定要考的，只要我老师门下的。对呀。中华应该是华仲院，因为华仲院是应该是尼文亚吧，他创立的，然后我们老师是里面的会员，然后所以他每次一开课，我们都是要上的，都要必须去考这个证照。这证照要考嘛？就是你要在时间内把它完成作品，然后再去考核。这考核用来考核？
那就看老师怎么打评分，有好几位老师评分呐。对对对，怎么样算好的？通常他会看你的颜色色调用的均不均匀啊。那你下笔你的逗点有没有歪掉啊？你的勾线有没有弯啊？因为你工笔一正一定要一笔，就像你写毛笔顺。那像这块是考证照的，是我们有4个人一起做。那我们抽签画，他给我们题目春夏秋冬。那你要用春夏秋冬的颜色，春天用什么颜色？你有想到吗？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。你看它是什么？你觉得它是哪一天？什么天？什么季的作品？因为我们各自拿回家了。那我的作品是属于春夏秋冬哪一个呢？我看起来，你猜看。我看起来蛮夏天的，夏秋，秋天，对，它是比较秋天，因为我秋天想说落叶，橘色，橘色会比较偏橘方面，就是枫叶啊那些，所以我就用到色彩，用红橘。对你讲4个人，如果4个人分春夏秋冬，对啊，颜色要对，他们考核就会看你颜色用的对不对。像夏天它会比较青绿色，不会这么暗绿，它会翠绿色。对。刚能考个真正要报一朵复发，要花几幅？3。有7个又有合作的，对。哎呀，个如抹冲油画，你讲一笔就要到位，没好改，可以改啊，还是可以，它是可以擦掉的。是可以擦掉的。我们底饰有打一个透明漆，那你画的不好的时候，用湿布或湿纸巾先把它擦掉，再重来。当然这样子不会影响到底色，对，但是还是不好。考试这样被老师看到就扣分了。当然我一笔路要到位啊，最好不要差。你还考100路考多？对啊，有人会引起考吗？会没有，会也是会。因为有的人颜色弄色不对，色调不对也不行。哇，我红的如果唔滴嘅标准啦，不过对你们如果滴讲，用的黑，他会解释啊，老师会解释说你为什么这一次你没通过，他会解释讲到你心服口服。可是我们看起来还是很漂亮，金奖啊，为什么？不过老师如果囤讲，他会解释，冇太多东西，对，如果看评审嘛，对啊，或者你哪一笔不对，对。古说唔捌起身呢，冇多1年吗？心灵彩绘曼陀罗，我们老师是在去年年底才开始推广。对，去年开始推广，现在学生已经300多位了。马来西亚、香港都有。哇！一可是讲黑对称呢，不过也有一幅黑冇对称呢。对。他没对称吗？你认为他？一般看应该是不算对称的，它是单独的一个图一个图。对。不过规个看可能没对称呢，不过每一个图也是对称呢。对。刚刚我想讲，我创作一个冇通用呢，其他系啊，其他冇通用。因为我想说，通常我们画都画在圆形，很少把它画在长方形或正方形。因为你要去构图就比较不好构图。那我也是想到哪画到哪。对。你想讲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是，就画在长方形上，因为通常它都是画在圆形上面。后来我们回来自己创作，画面纸盒。这面纸盒是我们屏东县呢长治有一个社区，他们开花上课，我教他们。对，所以也线条都比较简单。先整个盒子是做一个底这种特殊背景，就看起来有点像大理石。然后上面再画一点曼陀罗的花，这样子。这个要推变形，对，要自己创作。可是我后上还唔咩囤 vacuum 用诶？当然不会一样。
哦，你40个学生上课，40个都不一样。古总你录搞影呢，可以怎么开始？对，阿路琼亚给 vacuum 用，最后长成怎样？我不会克制说强迫他们一定要跟我的步骤，或者说你用的颜色要跟我一样，就这样用影印的就好了。对，大家有大家的想法。胸花毛通用啊，不能强迫人家用什么颜色，他不喜欢红色，你叫他用红色。那我颜色摆在这，你想要哪一个颜色自己拿过去用。对。头头像爱我过好奇如黑，因为老师会讲最后长成怎样的，又系对称呢？后来呢，我哋广告的时间，我人问吼，原来系听出来的东西系低顿的嘅类法，后来我用往外延伸，对，都唔啲嘅，是因为嘅模法图显雄厚。很难啦，吼。对，有些人会先构图好，用铅笔，用色铅笔先把它构图好。但是我通常我不会，我都画到哪想到哪，画到哪就这里加一点，那里加一点，越加越多。对。安尼都最后是一个惊喜呢，吼。对啊，所以你会觉得作品一完成的时候很开心，我完成了。对。刚安尼画给。嗰度附嘅嘛吼，有的还没带来。你自己有冇嘅对你有冇嘅影响哈？我觉得想要画的时候，就是在我开心的时候，我也想画，通常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在忧郁不开心的时候去画。你会画完了会很开心，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会忘掉那个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我通常画画是在排解我的烦恼。对，我在画图都是在排解我自己不高兴的事情。你会沉浸在画图，你就忘记那个忧愁，这样也很好。你拍的那黑暗呢，还是就是画曼陀罗才是这样？大部分画画都这样。我从一开始学画画是因为身体不好嘛，我身体那时候更年期，身体不舒服，睡不着。那我因为也不想吃安眠药，那就画图。一直画不停啊，也又一直睡不着啊。对，一口是这样。可是画，但是本来说想睡不着很烦，很烦嘛。那你画图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，就不会去想那么多。对，也个黑没有对有艺术天分的才有用。嘿，我说我按你把越画都按出哦，结果心情因为不能这样想啊！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画图都是我很厉害，我好棒。你要改变心情。我会想说，我会回到说我小时候画画，常常被老师，你要不来做壁报啊？那为什么要叫我做壁报？因为我会画画。加入按的咩？对啊，从小都会吧，就俺妹从小本人成说的呀。我小时候画画没有被称赞过那我现在要开始慢慢学啊。好，每个人都有天分的，只是你没有去发掘自己的本能。韩国人的万世嘅画图的教育，其实嘅方式冇嘛好，都很标准化。是。我都经还有影响我国中的时间嘅水墨画，先生看了以后，一路拿笔讲给麦，路按嘎伊讲，你看按你路有层次，我家下过看呢，我想讲，你做嘛破坏我吧，我发唔好係我嘅事情啊，对啊，你做嘛同我改呢？我家下路會感覺，對我有一個很大的震撼，這種圖我都經常留戀。嗰種嘅時間，因為係形成一種水墨畫。嗰種我都會感覺講，都過太嘅，從老師係更年期，已經冇去用嘅形成劇團，然後開始畫圖，那個對你的影響應該怎麼太呢？其實成長背景我都是一直在音樂裡面嘛，學音樂都一直在音樂的領域，唱歌啦、合唱團啦。那畫圖其實很少動筆，我小時候從到長大以後，可能像你講的，可能也有一點天分了。我爸爸也很會畫圖，因為我爸爸是船長哈，然後他很會畫海圖，他畫的船好漂亮，對，就是工筆畫，他只是用鉛筆素描就很漂亮。然後我兒子也有像到我，他也蠻會畫圖。
我会请他画，我要教他画图，但是我从长大以后好像很少动笔去画图。其实你用哪把都可以觉得是很好，对啊，因为爱愈系完成的一部分，没错啊，愈可以有成就感，不是像讲骗人咁讲用的。艺术本来就这样，其实常常我跟学生来讲，用的画都不怕，你只要想画你就画。我从来不会去动笔，很少去动笔画学生的画。像有一位学生，我比较不高兴的是，他要我动笔帮他画修改，我不修改啊。他说啊，你帮我改一下嘛，我改了就变我的画，不是你的画啊。我教你怎么画，你来这个画。结果这样他就不来学了。哦，冇缘分。对。啊，等下呢，我哋还会向麒麟先生同我哋分享，因为伊有安尼嘅技术，伊还想要推广啊。喺教学方面有拄多乜嘅故事呢？我哋等下过来打招呼。非常多种的福气来嘅现场，好多黄麒麟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几多以往日嘅曼陀罗心灵彩绘有几多，我相信观众朋友感受得到，我非常好嘅，因为感觉非常奇妙，也几多哲理。好多先生呢，睇上一团呢结束，有讲到有学生咧讲啊，先生同我改啊，个脏啊，个好啊，可是你就拒绝，我咪感觉唔好安尼，吼，不过啲学生咧可能都系，我感觉都系我哋完善嗰种教育方式的熏陶底下，如果感觉有一个标准，我会睇到，睇唔到先生来听数。不过当我哋更加安尼年纪嘅，唔是安尼畫圖嘅啊。对。刚刚更加教育嘅曼陀羅，係咪太年嗰度？我覺得大人很需要。对。所以你呢，等都可以奔放一点。小孩子在画就比较没有那么规则，他不会东南西北、上上下下的把你说对称。你跟他讲对称，他也听不太懂。什么叫对称？对啊，他大人就 OK 的。你跟他讲说第几线，第几线，你就像时钟12个嘛，你就去对。他听得懂，小孩子哪听懂？所以小孩子就随便画。这个插花的就小孩画的，你可以看他完全没有规则，他只要有点点有东西就好，有色彩就好。一路唔系传统的曼陀罗，唔过也畫出的一切感的东西。但是他知道说只能逗点，他有逗点，有圆点，他有圆点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刚搞黑马个时间可是搞太年也个曼陀罗的彩绘。我其实没有特定教呢，但大部分都是人家邀请我来录戏。像万峦乡的图书馆，他在暑假的时候有邀请我去开一堂课。我说 OK 啊，我们就画一个大的，比这个差不多比这个再大一点的。对，他们也是，我是跟他们讲。哲理那个顺序当然要教，那点怎么用，笔怎么拿，对，都要教。然后他们就开始创作，真的25个人画出来都不一样。你给他的底是6个，他们画出来变12个，变24个，有的好厉害。对，嗰種拍也有幾多人係從頭班呢，都我畫下去嘅人啲。其实我够厉害呢。对呀，我就跟他们讲要这样。那我们要画之前都有先沉静下来一下，我都会让他们听一段比较优雅的音乐，让他们先把心静下来，然后才开始动。我慢慢的拿出你的笔，我们要讲话也要学慢一点。对，不要说在嘈杂的地方去画，他可能会静不下心。而且像一个妈妈带一个小 baby， 她根本没办法静下心画。后来她没画，就把作品说她带回家画。我说好吧，你就带回家，因为孩子一直吵啊，她没办法静下来画这样。嘿呀，嘿冇辦法平靜下來，每一點那有可能太細腔。对，就会比较難，夠難啦。對。
刚安尼教下来有嘛个印象过深的嘛？像头都讲诶，有好上诶，如会有很特别的经历有吗？还好，他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，他才幼稚园，他也想要画，因为阿嬷在画，阿嬷在画，他在旁边吵，他也要画，好，我就给他一块小小的画，他什么颜色都用，结果他不会拿笔用，他用手，他用手去点呐，很特别，画出来也是很美啊，所以艺术不是没有一定的啦，而且每个人欣赏的角度也不同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些画家他是抽象派的，他来看我们这个，他觉得不好，太规则了。我拿给我姨丈看，太机械化了。对，他是抽象派的嘛。所以艺术没有说一定的。有的人看很漂亮，有的人看不漂亮啊。所以你画要卖，怎么卖？喜欢的人他就会买，对吧？不喜欢的人，你再便宜他也不会买。故说你像讲诶，你自家画落，自家欢喜青春油。对啊，因为人哋又唔係去做嘛嘅投入，然後畫出一啲愛賣嘅東西。最重要嘅係唔畫嘅，你不但心情唔好，如果唔畫係的就開心了，那這畫的功德就很大了咧。像藝術人文協會，他們會有客家文物展的時候，我就必須要有客家的東西去展覽。客家的文物，對，就必須要有畫布的東西去展覽了。對，所以也是要準備。對，故說人家畫圖體，你嘅生活當中佔蠻大比重嗎？不會，還好。對，我的現在生活重心都還是在音樂方面比較多，流行會奏鼓，還有學校的學生的音樂課了，跟課後要教他們做一些手工作品。對，像小畫布會讓他們畫，然後鉛筆盒。我也會讓學生做鉛筆盒，比較實用，他們才會認真畫。而你用了，你畫了是你要看的，他才會想你畫。你嘅生活其實很藝術吼，如果你嘅教學，如還係音樂為主。對啊，畫圖邊啊，去個陶冶性情的方式。哇，你整個生活如何藝術呢？人生本來就這樣嘛，人生一走來都是在藝術中啊，你不覺得嗎？我講我幾多年冇呢？幾多年生活當中其實會啊，離藝術過遠呢？會嗎？係啊，很多人可能頂多創國誒，會感覺同音樂有關。對，不過我順後咩幾多年，平常時其實冇睇創國誒呀，如係除非去 KTV，他平常時其實也最多彈國誒。可是他可能不會覺得有跟藝術那麼近，就感覺係韓國誒，畫圖可能都韓國人，係啊，對嗰多年來講係安尼呢，就畫圖對我們從來我全都係去看展覽，我過後去看，不過我冇拿筆來畫，我相信嗰多年都同我共用，咁唔感覺會。也係咩咩係嘅原因，嗰種唔會有機會，人有唔去搞，如誒好，咁也都去推廣。我也喜歡推廣出去啦。就是我覺得人不要說太閒，太閒了你沒東沒西，會讓自己太複雜了。你如果說專注一件事情，我們會上東上西，心情也夠好。對。人講我老師本來呢，伊啲想法都係可能嗰多年聽表係的，唔愛排解心情唔好嘅時節，係有幾好嘅方式。我咩感覺會出？老師你講到藝術嘅時節啊，畫圖啊，音樂啊，每年都會冇共用的吼。對呀，嗰時真嘅係幾好嘅方式，而且比較不會老你不覺得嗎？很多人看到我說不像你看起來都還是那麼年輕，因為你要常常保持你自己的心情嘛。像我在看電視在演，我的手在畫圖，我會看到聽到有聲音，聽到什麼劇情比較重要，才抬頭看一下。那我都會一心二用。對，
不会让自己闲在那边。尽量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，这样感觉。古手沙哈了也是这样哈，你就喊黑不会保持，也快乐的模喊，快乐的模喊。是啊，哈，刚下礼拜看麒麟先生有好多嘛嘅技能，過來節目同我哋分享哈。今日非常感謝麒麟先生，多謝。多謝大家，多謝主持人。好，咁沙下來請觀眾朋友睇到先生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